Hello， 大家好。等我自我介紹先。小弟單字一個奇，綽號神探好奇。喺度有緣同大家見面，都係出於人皆有之嘅好奇心。話說近呢幾年，香港食物中毒事件時有發生。早2日啫嘛，就有3位朋友不幸中招啦。昨晚3名市民進食自助餐後感到不適送院治理，初步懷疑食物中毒。食環署對該宗嘅食物中毒個案表示關注。呢單案最令我好奇嘅就係，到目前為止中毒原因仍然未明，所以為咗廣大市民嘅安全，我神探好奇決定插手調查。當然預埋一樣有好奇心嘅你。芳芳，點解你唔攞嘢食啊？你有心事啊？唔係啊！我特登帶芳芳嚟掩護，等我可以視察下環境。佢唔食嘢，我好容易俾人識穿㗎喎。唔得。你食自助餐唔攞嘢食，好蝕底㗎。我陪你去攞。奇哥，我唔去啦，奇哥。實情講到食自助餐，我真係有啲心慌慌㗎。咩事？你同我講。我驚食物中毒啊！嚇！食自助餐如果唔注意食物衛生同埋食物嘅安全，好容易食物中毒㗎。你睇下嗰邊啲生蠔同魚生呢啲嘢生食㗎嘛，如果來源地嘅海水唔乾淨，咁咪連埋啲病菌病毒，好似富溶血性弧菌同埋諾沃克類病毒一齊生吞落肚咯。就算係煮熟咗，啲嘢食公開咁擺放，都會令食物有機會受到環境或者係其他食客污染㗎。仲有啊，嗰啲嘢食而家正處於危險溫度範圍之內，即係攝氏4度至63度。任何食物喺呢一個溫度範圍擺放得太耐，嗰啲病菌好似沙門氏菌啊、金黃葡萄球菌啊，就會喺食物裏邊快速繁殖㗎啦。你睇，自助餐一定會預備好多食物嘅，如果唔適當咁處理剩餘嘅嘢，都好易會令到食物受污染或者令到病菌生長㗎。仲有啊，呢對筷子究竟係夾生嘢定係熟嘢㗎？咪係咯，如果同時供應生嘅食物俾客人自己煮嘅話，咁生嘅食物同熟嘅食物就要分隔放好㗎啦，用具都要一樣㗎。嗱，好似木筷子咁，就愛嚟夾生嘅嘢嘅；膠筷子就愛嚟夾熟嘢嘅。如果唔係，就會交叉污染㗎啦。芳芳，你唔單止外貌出眾，兼且博學多才。頭先我去完洗手間冇洗手添，失陪一陣啊！弊啦，就連芳芳隨口噏都講得出咁多種自助餐食物安全嘅問題，睇嚟呢單案真係唔易查。唯一嘅方法就係要混入餐廳作一個詳細嘅調查。不過要等餐廳炒人，然之後登報紙，我再去寫信，再去見工，實在太耐啦。我要諗個方法先得。得咗。阿 Sam， 你真係冇錢？我真係豆領都冇㗎。佢銀包真係冇錢㗎喎，連信用卡都冇張。冇錢走嚟害人食嘢？邊個喺樹食嘢唔俾錢啊？嚇！爆珠姐嚟啦！啊，爆珠姐，就係呢位 Sam。一於拉佢上差館啦！呢位爆珠姐，你話得事嘅，不如咁啊，我幫你打翻幾日工，填翻條數啊！睇你呢一表人才，都唔似食霸王餐嘅。好啦，你拉我過嚟啦。搞掂。第一日翻工就俾我揾到呢份重要文件，製作自助餐工序流程圖，由選購食物直至到食物落肚，每個程序都寫得清清楚楚。咁我就唔使盲摸摸，只要跟住呢個流程圖去調查，今次食物中毒事件一定可以破案。等我睇睇先。由選購、收貨、儲存、乾濕貨要分開，配製食物、烹煮，仲識得熱食同凍食分開。只要記住呢幾個重點，聽日返工一定會揾到最新線索。
根據我琴日揾到嘅資料，自助餐食物製作流程第一步就係選購食物開始。首先要揾認可同埋信譽良好嘅食物供應商。查案，立件道具先。師傅，新貨到。係咩？你等我 check 先啦。有新貨啊！哇，海產嚟噃。阿師傅，唔知新唔新鮮嘅咧？喺邊度嚟㗎？係咪喺城門河撈上嚟㗎？你唔識嘢咧，就唔好喺度亂噏啦。我入行20幾年啦，啲嘢新唔新鮮，我日日親自驗貨，我睇一睇聞一聞，都知佢得唔得啦。吓？你靠睇下同問下㗎咋？哦，咁又唔止喎，一定要揾信譽良好、有合格認可嘅食物供應商，尤其係海產類嘅食物。離貨嘅時候，一定要睇下有冇食物來源地衛生當局發嘅衛生證明書。驗貨嘅時候，一定要驗清楚啊！啲生蠔有冇雪住嚟㗎？梗係有啦。嗱，冷凍嘅食物嚟到鋪頭嘅時候，要係保持喺攝氏4度或者以下；而冷藏嘅食物呢，就一定要喺凍結嘅狀態。你明唔明？我明白啊，我都係好奇啫。你哋繼續驗貨啦。既然佢哋喺選購食物同埋收貨檢查都做到咁足，今次嘅食物中毒事件應該唔係呢兩方面出錯而造成嘅。下一個調查嘅目標係儲存同埋配製食物方面。第二個要點就係要注意環境、用具、食物及個人衛生。不過佢哋做嘢個個都洗乾淨雙手，頭又戴帽，又着晒乾淨衫，周圍又貼晒啲注意環境衛生嘅標語。用完嘅餐具即刻攞去洗，其他廚具又分門別類擺得整整齊齊。咦？有人喺廁所出嚟喎！哇！做咩捉住我手啊？有冇洗手啊？梗係有啦，我用番巾同清水徹底洗淨雙手㗎。咦？俾你拖完又再洗過，麻鬼煩！開完廁所要洗手，呢啲個人衛生佢哋都做到足。華哥煮嘢啊？冇錯，華哥煮緊嘢，有咩就問我。你又知我有嘢要問嘅？你咁話唔係？我問過你，煮完嘅食物要點樣處理？分熱食同埋凍食兩種唔同做法㗎噃。熱食呢？要熱存，點熱存啊？放喺攝氏63度或以上嘅熱櫃裡面。咁凍食呢？要凍存啦。點凍存？放喺凍櫃裡面。要幾多度啊？攝氏4度或以下。講少少過你聽啦，凡係煮完嘅嘢食啊，唔理熱食定係凍食，如果唔係即刻食嘅話，就要依住我頭先講過嘅溫度準則，好好咁儲存，咁樣啊就可以避免病菌快速繁殖啦。仲有啊，我哋做自助餐嘅要注意食物嘅份量，唔可以一次過出太多㗎。廚師要時不時出樓面巡視一下，睇下食物嘅銷售情況，有需要嘅時候先再加煮，否則啊預備過量嘅食物而又冇足夠嘅雪櫃或者係熱櫃，攤耐咗唔新鮮之餘，又容易令食物受到污染，有病菌生長，咁就麻煩㗎啦。咁你仲有冇嘢想問啊？我仲有好多嘢想問，不過等我消化下先。拜拜。哎呀，真係好犀利！呢間餐廳由雜工、大廚到經理，個個嘅衛生同安全知識都有翻咁上下。不過無論點都好，食物中毒事件喺呢度發生，我一定唔可以就此罷休。自助餐同其他餐廳唔同嘅地方，就係將啲食物攤晒出嚟，所以點樣展示食物就係我調查嘅重點。睇下佢哋今次仲有冇咁好彩先。首先，冷凍食物要存放喺冷凍櫃或者係冰面上面，熱食要熱放喺加熱器皿上。竟然全部做足晒？不過供應自助餐嘅範圍應該有專人監察，以確保食物冇被污染。哼！而家人呢？話口未完，華哥就吩咐緊人做嘢咯噃。仲識得生熟食物分開擺放，同用唔同嘅用具處理，好醒目啊！
全部食物都細細兜，夾兩夾就冇晒，唔怪得啲伙計成日要褪嚟褪去咁樣加嘢食啦。誒，咁先係啱噶噃。好突然啊！我只係想話俾你聽，我哋做自助餐嘅，每次係應該攞少量嘅食物出嚟，等到食到七七八八啦，我哋再拎個碟新嘅出嚟，咁就可以縮短食物展示嘅時間啦。誒，做乜佢唔將舊嘅食物倒埋落去新嗰度啊？咁係要避免展示過嘅食物同新配製嘅食物混埋一齊，減少交叉污染嘅機會啊！明冇？又輸俾你添，我做嘢先。終於可以唞一唞啦！有人監視我。又有人監視我，唔通我神探好奇嘅身份俾人識穿咗？唔得，我要揾個冇人嘅地方冷靜一下先。你仲走？我已經知道咗你真正嘅身份啦！吓？你就係早日喺呢一度食物中毒嗰個少女嘅愛人。愛人？你關心佢，所以想知道食物中毒嘅真相係咪啊？係。我係想知道個真相，我係佢阿哥。你係佢阿哥？咁你豈不是係奇哥？我就係奇哥，你會唔會協助我調查食物中毒嘅真相啊？其實喺早1個月前，我哋嘅餐廳已經進行咗一個叫做食物安全計劃㗎啦。我哋每一日都跟住呢一個食物安全計劃去做嘢。我對我嘅餐廳，我對我嘅員工係非常之有信心嘅。我都唔知點解會出現食物中毒咁大件事㗎。我懷疑呢個食物安全計劃可能有漏洞。不如咁啦，我哋去揾出食物中毒嘅真相，你會協助我嗎？行啦。嗱，奇哥，呢一個 file 咧就係關於訂立食物安全計劃㗎啦。誒，點解唔見咗張製作流程圖嘅嚇？哦，我前2日喺廚房入面呢執到呢一張紙，唔知係咪呢下？啊，係啊，奇哥，你真係幫得手啦！如果冇咗你，真係唔知點算啊！都係講翻啲正經嘢先啦。哦，好啊，嗱，係啦，根據呢一沓資料咧，訂立食物安全計劃有3個步驟㗎。第一步係要先成立一個食物安全計劃小組，由有關嘅部門嘅員工組成，負責制定整個計劃嘅內容㗎。你阿大廚阿華哥咧，同埋樓面嘅基哥都係成員嚟㗎。誒，第2個步驟就係製作呢個流程圖咯噃。係啊，因為間間餐廳嘅情況都唔同，我哋做自助餐嘅同其他普通餐廳又唔同做法㗎噃，所以我哋要將主要嘅工序列出嚟，由買食物原料至到食物可以俾客人食嘅每個主要程序，製成呢一張流程圖，監察同埋控制每個步驟可能出現嘅問題，確保食物安全。誒，點解第3步咁長嘅？哦，因為第3步係要訂立一個詳細嘅計劃。有好多嘢要注意㗎，其中就分咗6大重點。嗱，第一就係列出危害，即係食物安全問題啦。根據工作流程圖，逐步揾出任何有關食物安全嘅問題，例如燒味同埋壽司，佢哋要預先預備好嘅。如果儲存唔適當嘅話，就會引致交叉污染。而生蠔同埋刺身係唔使煮就食得嘅。如果呢一啲材料已經受到病菌污染嘅話，客人食咗就會食物中毒㗎啦。其實唔同嘅食物行業都有唔同嘅經營方式同埋唔同嘅工作流程圖㗎，連要注意食物嘅安全問題都唔同㗎。我明白，有問題就要有對策，下一步應該點做呢？咁就要建立控制措施同埋標準啦。針對有關嘅問題，我哋要建立控制措施同埋標準，好似話光顧信譽良好嘅供應商用正確方法烹煮食物咁。至於一般常見嘅監控標準，就有時間、溫度同埋酸度咁啦。係咪好似話凍食要保存喺攝氏4度或以下，熱食就係攝氏63度或以上咁啊？
奇哥，你真係觀察入微㗎啦。都係講翻正經嘢先嚇。食物安全計劃第3個要點就係要建立監察程序，確保每個控制點都合乎所設嘅標準啊。例如呢，例如檢查下食物嘅食用日期啦，量度烹煮溫度同埋時間係咪達到標準啦。而指引要列明有咩需要監察、點樣監察、幾時監察同埋邊個負責監察。若果喺監察過程發現唔啱標準，係咪要矯正啊？冇錯啦，第4個重點就係要定出矯正行動啊！預先定好矯正行動，有咩問題嘅時候啊，就唔會手忙腳亂啦。好似煮食物嘅時候，如果食物嘅中心溫度唔夠，未達到攝氏75度嘅話，就應該重新加熱啦，直至所需嘅溫度。又如果發現啊冷凍器溫度高過4度，就應該立即調校溫度，又或者係維修啦。呢份咩嚟㗎？哦，呢啲呢就係我哋實行食物安全計劃1個月以嚟嘅監察記錄嚟㗎，保存記錄都係食物安全計劃嘅重點之一嚟㗎。呢一啲資料呢可以作為我哋參考用嘅，睇下控制措施足唔足夠同埋有冇效。而食物安全計劃嘅最後一個重點就係檢查與檢討啦。為咗證實食物安全計劃係咪有效啊，就要定期進行有系統嘅檢查工作，例如每個月1次列出檢查清單，揾出邊個工作程序需要改善啦。爆珠，你講得相當好。呢樹記錄咗啲咩事啊？哦，等我話過你知啦。展示食物其中一個可能出現嘅問題係俾客人夾食物嘅夾啊！如果夾完生嘅食物又用佢嚟夾熟嘅食物，就會引致交叉污染啦。預防嘅方法係預備2種唔同嘅夾，好似生嘅食物就用不鏽鋼夾，熟嘅食物就用膠夾。監察程序由樓面當值同事負責巡查，嗰次就發生咗事啦。咦？做乜生熟食物2種夾放埋一齊㗎？哦，個客唔為意放錯咗啊！好彩佢冇攞嚟夾熟食啫。咁即係做矯正行動啊！將2個夾換咗佢，隻碟都可能受到污染嘅，換埋佢。仲要咧？仲要記得喺放工之前寫翻落記事簿度啊嘛。啱啦。果然厲害。呢樹發生另外一件事，等我估下咧，會唔會係？熟嘅食物擺出嚟，如果唔夠熱，病菌會滋生同繁殖，好牙煙。監控標準就係要將食物放喺加熱器皿上面，保存喺攝氏63度或以上。監察程序由當值伙計定時巡查。咦，個火熄咗嘅？呢盤食物啱啱攞出嚟熄喎。個火熄咗啊？咁你要點翻着佢㗎啦，同埋記住啊，要將整件事記錄翻低佢。哦，知道。你話係咪冇計？有咗呢個食物安全計劃，裏邊有6個控制重點，樣樣跟到足，點解仲會有食物中毒事件發生呢？我真係唔知嘅，奇哥，你冇逼我啦。咁你而家賠唔賠先？但係食物中毒嘅原因而家都未查到喎，可能唔關我哋餐廳事㗎。分明呢度出事㗎啦，仲抵賴？點會冇啊？係咯，好乾淨㗎嘛。仲話唔係你哋哎呀，喂？我嘈啦！嗱，我呢就係呢度嘅經理，發生啲咁嘅事，我都好唔安樂，好內疚㗎。嗱，不如咁啦，我向你哋賠罪係啦。賠罪？唔使賠罪。奇哥， 3位年青人，各位同事，我有嘢要宣佈。你係邊位啊？乜佢唔係你阿哥咩？錯晒，我單止一個奇，綽號神探好奇。神探？話過你哋知，我已經知道食物中毒事件嘅真兇。哦，冇錯，我翻查過3位當日嘅帳單，發現有一項開餅費。經過我連日嚟嘅調查，3位當日係咪有朋友生日，兼且仲一早去攞蛋糕，而且仲去打埋保齡球，再去行街街。個餅跟你哋玩咗1日先至切嚟食，個餅又冇經過冷藏，病菌就係咁樣滋生啦。哼，仲會以幾何級數倍增添啊！相信我講到呢度，大家都知道食物中毒事件嘅真兇其實就係個蛋糕。奇哥，原來你嘅真正身份係神探。
呃咗你咁耐 ，I'm very sorry， 你唔會介意嘛？你還我餐廳嘅一個清白，我又點會介意呢？所以話呢，奇哥，好彩有你咋。有咗食物安全計劃，就好似買一份保險一樣，以後食自助餐就唔使心慌慌啦。嚴格去執行食物安全計劃，令我哋充滿信心咁將食物擺到你嘅眼前。耶！誒，計我話，無論食客定係從業員，個個做足安全措施，注意衞生，咁就包保令到你食得安心同埋放心啦。再會，拜拜。